日咧帶大家回顧下關心獨居長者居家安全啟動禮，我哋請咗鄧家彪立法會議員嚟詳細介紹相關政策。現場咧都嚟咗好多關心獨居長者居家安全嘅合作單位，大家齊聲呼籲。關愛長者，照亮萬家。即係我需要嘅時候，我起身行過啊，佢就會自動着，真係好適合我哋一齊推動和諧嘅社區，係非常之需要嘅。我哋喺各區入邊咧，亦都係做緊獨居長者嘅探訪，幫佢哋係申請平安鐘嘅。我哋亦都可以透過關愛隊咧上去了解，希望咧可以減少家居風險或失救以外嘅風險啦。科技落地，保障我哋長者嘅居家安全。香港嘅長者越嚟越多，尤其九龍東、黃大仙、觀塘咧，長者又多又密集嘅社區，所以咧我哋係要想方設法、千方百計、爭分奪秒，越多越好咁樣咧，係服務好我哋長者。最重要，起碼要做到就係長者居家係安全又獲得關愛嘅。燈或者叫小夜燈咧，只係第一步，我哋會推動咧社區團體、工會，以至係部門同埋咧係商界咧，為我哋嘅長者做多啲事。